大家好，我係上一代嘅輕功，今次就唔飛啦，留翻俾人哋飛，我係肥仔叔。好，大家好，我係張繼聰。我唔透露我星意咩啦，你哋陣間自己睇下啦。Thank you。Hello， 大家好，好開心見到你哋，我係蔡思貝，我係媽爸。大家好，我叫Angel 胡安，我喺呢套戲入邊叫喪彪啊。好啦，大家啱睇戲嘅時候咧，就可以睇到佢哋嘅演出㗎啦。我哋而家就傾下偈先啦，同智聰哥傾下偈先。又好，智聰哥你好啊，咁啊，今次咧作為功夫女足嘅聯合導演啦，咁你又將功夫同埋女足呢兩個咁動感嘅元素喺大銀幕嗰度咧呈現出嚟喎。拍攝同埋執導嘅過程裏面咧，最具挑戰性嘅係邊一部分咧？最具挑戰性就係成日望住咁多靚嘅女仔，但係要唔好分心，好專心拍到啲，因為通常佢哋都會令到你好開心嘅。咁但係亦都係因為呢個原因咧，咁所以因為佢哋好多好新啊，即係側身啲，咁所以就要俾多少少時間去同佢哋輔導下咁樣。最後都成功專心到啦。因為佢哋個個都勁，咁就所以天生勁嘅，就所以冇問題啦。都聽到都幾開心嘅過程。好啊，多謝晒你啊。好啊，另一位聰哥啦。係，大家好。係好多聰。今次咧就聽聞你咧就哇，好似頭先你唔講嘅。我而家講啦，我留翻俾你講啊嘛。好啊。係。你就做球證啦。冇錯。係咯。咁你算唔算係全場咧最近距離去目擊呢班功夫女展現佢極限腳法嘅人？梗係算啦。點樣嘅感覺？嗰種感覺係即係好似頭先聰導演咁樣講啦，要有極強嘅忍耐力啦。因為佢哋唔單止靚不特止，佢哋仲係會喜感係好強嘅。咁佢哋係又演得好好啦。仲有最緊要咧，其實最吸引我眼球嗰個咧就係導演嚟嘅，周星馳先生。咁我就成日都要喺演員同埋fans 嗰個狀態嗰度切換啊。係啦，即係一時就係演員要聽話咁，但係跟住佢一行開咗嘛，哇！星爺啊咁樣，咁呢樣嘢比較難啲咯，即係因為唔想盡量自己表現得咁唔專業啊嘛。咁但係都好開心嘅，但係我想講咧，佢哋一班女仔咧真係好努力，要拍到咁樣嘅戲咧，其實係唔單止係體能上啦，其實係好多方面都有好高嘅要求。咁加上導演咧都的而且確都係好高要求嘅導演團隊嚟嘅，咁所以要達到呢個要求都係要好努力。咁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啊！亦都有咁樣嘅成績，其實我都好特別好開心。咁其實你喺個角色咧係要對住一班又識踢波又識功夫嘅女仔啦，又識扮嘢，係啦，又識扮嘢，係啦，係我演技又成咁樣。咁你作為一個球證嘅時候咧，會唔會覺得即係吹罰嘅時候咧，有冇啲咩生命受到威脅啊？佢哋全部都好打得㗎嘛。係啊，所以就呢個都固然要驚啦，但係最緊要都係驚另外嘅演員生命受到威脅，就係即係如果達到唔到導演嘅要求，就呢個比較窄細啲。光嚟嗰啲，咁所以就但係托賴咧都全身而退。咁都偶爾仲聽到周導演講幾句就幾好喎咁樣咯，咁已經好開心㗎啦。即係因為大家都知道，即係周生係好嚴謹嘅導演嘛，咁所以拍到一個劇就同埋我哋呢啲即係中意做喜劇嘅演員咧，有邊個唔係受佢影響啊？咁所以係有少少似係即係你學到個功夫咧，又即係就算係肥仔聰導演都係啦，即係我哋好多細個睇佢做戲啦咁樣，咁都係即係好似自己做功夫喺佢嗰度驗證下。喺啲開山祖師嗰度得唔得咧？係啊，試佢咁啦，咁都好開心咯。過程都好嘅，好愉快。咁我哋一陣間可以睇到啦。係好啦，好啦，都想問一問思貝啊，思貝你好。Hello。今次喺戲入面咧，哇！你個角色好有挑戰啊，即係又有呢個一項視像啦，但係亦都係醫術高超喎，亦都係要踢波啦，又要打功夫。咁係即係咧，有冇覺得自己啲腳法或者啲下盤嗰啲功夫係咪都勁咗好多咧？絕對有增長咗嘅，因為真係喺戲入邊，我哋無數咁多個踢腳嘅踢啊，然之後就算唔係打人嘅橋段，雖然大家未睇，希望大家快啲知道我哋講緊咩。仲有譬如醫治隊長嘅一場戲，嗰個成個流暢嘅一個醫術裏邊，我哋係致敬嗰陣時黃飛鴻嘅片段咁樣去醫人，大家都可以留意下。其實我覺得嗰個都係好正嘅一段戲。係啊，咁真係好多嘅編劇同埋導演嘅設計啦，令到呢個角色有咁多咁有型嘅場面，咁有得發揮嘅場面，所以我身為演員好感恩，身為觀眾都好 enjoy 佢哋
設計咗啲咁有型嘅嘢俾人睇咯。聽你咁講完之後咧，我相信大家應該會更加期待一間嗰個演出嘅。好，咁啊，我都想問一問宇安，係啦，喪標，一陣間大家就會明㗎啦，真係個角色真係好深刻嘅。咁我知道你本身都係一個運動員啦，咁你今次咧就轉嚟做呢個演員啦，仲要拍一個咁大嘅製作啦。你作為一個運動員，有冇邊一部分咧係幫到你適應拍攝咧？同埋有冇啲咩特別搞笑或者印象深刻嘅事分享咧？其實我覺得我對我而家面前嘅任何一個目標，我都係非常之認真咁去對待，大大小小都係一樣。咁當然咁大嘅製作有冇壓力咧？咁一定有嘅。但係我覺得作為一個運動員，經常去比賽，令到我有一個有一個非常之強大嘅心臟，即係抗壓能力會比較大。即係唔係冇嘅，但係我成日都覺得緊張係一個好冇用嘅情緒嚟嘅，即係緊張係唔會幫到你任何一樣嘢。所以我學識點樣去駕馭佢啦，咁頂住壓力咁去行咧，其實我覺得爽啲、舒服啲添。因為冇壓力代表你唔係挑戰嘅，係啊，所以其實我覺得係咯咁樣咯，咁我就覺得通過呢樣嘢，咁就幫到我演戲啦。咁同時間壓力係有陣時人要逼出嚟先會進步。咁有陣時咧，阿聰哥、子聰哥咧喺下邊咧，即係捉我膊頭，喂，唔好掂我。咁咧嗰陣時咧，我就會醒神啲，格外醒神，咁都係有幫助。呢個算唔算係你特別印象深刻嘅事咧？喺呢個拍攝裏邊有㗎，佢咧成日企喺個鏡頭後邊好急嗰個樣，我到而家都仲係記憶猶新㗎。記得有一次咧，我咧係做一個好好嘅表情，但係因為太好啦，我成個人咧個腦袋空白咗，我唔記得咗要講詞，跟住佢喺後邊即係咁樣，做乜嘢？跟住曬到個表情啊！結果咧後面 NG 咗10幾剔咗都做唔翻出嚟，俾佢激到佢死咗。哇！呢個應該相信都係子聰哥嘅好印象深刻嘅事嚟㗎，係嘛？我哋仲等過佢啊！見到佢竟然唔講喎，好都不得了，跟住之後真係試咗10幾個都好做唔翻。哦，真係。嗱，我相信最後都停咗，應該都係正嘅鏡頭嚟嘅。都係嘅，大家可以睇下。係啊。好啦，多謝咁多位，咁啊請你哋留一留喎，因為咧跟住落嚟，我哋會邀請另外3位戲入面嘅新演員，同埋係呢套戲嘅編劇啦，同埋今次電影歌創作人加入㗎。好，我哋一齊有掌聲有請雪野、張天一、編劇何永全、Mitani，還有演員你好，同埋 Vienna。好，來個熱掌聲咁多位。好，我們先跟我們的觀眾打個招呼吧。大家好，我是雪野，在電影《功夫女塾》中飾演惠妃的20號球員雪野，謝謝。Hello， 大家好，我係張天一，我係俾大學隊踢飛嗰個。大家好，我叫你好，在《功夫女塾》裏飾演1號門將思思。大家好，我係 Mitani 何永璇，我係《功夫女塾》嘅編劇，多謝我。Hello， 大家好，我係歌手 Vienna， 佢入邊有2首歌係我有份參與製作同埋演唱嘅。你掌聲咁快。好，咁我先跟雪野聊一聊吧。雪野你好。這次是雪野你第一次參與電影的演出，第一個作品就加入《功夫女塾》這麼熱血的大製作。拍攝的時候，你的心情是怎麼樣的？有沒有哪一幕讓你覺得特別的興奮又難忘的？先說心情吧。其實我覺得，因為這是我的第一部戲，然後也是第一次演技，所以每天都是很新鮮的一個狀態。然後就是抱着努力去學習，然後就看鏡頭，去努力吸收很多東西的一個心態。對，然後我覺得就是拍動作戲吧，拍動作戲是最熱血的，因為我感覺拍踢足球、拍吊威亞的時候，就能感覺到我和魏魏是一個團體。因為都抱着一個很珍惜這個機會的心情去面對，對，太好了，謝謝你，謝謝。好啦，到天一咯，天一你好。
Hello， 大家。邊啊你好啊，咁啊知道咧你都係第一次咧參與呢個電影拍攝啦，咁啊可唔可以講下你拍攝過程裏邊咧覺得最過癮或者喺大家身上有學到最多嘅係咩啊？好啊，我想話先，我嘅廣東話有啲麻麻地，好好你講得。再可以練習少少。不過我最中意嘅係吊威亞嗰個。係啊，真係我好興奮嚟到呢個電影咧，可以自己做嗰啲動作戲咯。但係我嗰個威亞嗰個戲係我喺地上滾咯。哦，即係唔係飛嘅？係啊，都我同自己想嘅唔一樣。係啊。所以你係最中意反而係吊威亞啫呢個。係啊，佢哋都有好酷嘅嗰啲動作，飛起嗰啲，但我係地上。係都有嘅，你都有話俾阿何女士嘅，你都有聽呢啲嘅嘢嘅。有冇話喺其他人嘅身上，我學到啲咩啊？或者今次作為新人？我覺得作為新人呢個戲有好多前輩啦，不過我覺得佢哋都好親切，係好親切。呢個我覺得係我哋可以學習嘅點。好好啊，聽落都拍攝得幾開心嘅。係啦，好啦，來到你好啦，你好。知道你也是峨眉隊的成員之一，然後就可以介紹一下你戲中的角色嗎？還有沒有特別難忘跟你搶戲？大家好，我是1號門將，峨眉隊的1號門將守門員。然後在這個角色中，我最難忘的，那當然是被梨花隊用美瞳大法定住，然後被人4個人抬過去。然後我相信很多就是網友也非常對我這個被定住抬下去這個姿勢非常的難忘和喜歡，所以謝謝大家。好，我們你剛才說的，我們的觀眾等一下都會很期待你的演出了。好了，然後跟住落嚟咧，我哋轉翻廣東話啦。好，跟住係第三年我哋嘅編劇何永璇，你好。你好。今次咧就同你見面咧，唔係一個魔術師嘅身份見到你喎，而係電影編劇嘅身份出現啦。呢一套咧應該係你第一套編劇嘅電影作品啦。你今次呢一個創作過程裏邊咧，有冇啲咩好難忘或者得着嘅地方咧？我最難忘嗰一刻應該係請我嗰一刻，呢個導演請我嗰一刻，本身我係想咁講嘅，但係我突然間企埋嚟呢度咧，我覺得而家呢一刻係最難忘嘅。即係有冇搞錯要我同咁靚嘅女演員企埋一齊？大家又高又瘦，而家根本就係要我難堪。我覺得非常難忘嘅嚇。係，我都相信頭先你啱先講啦，即係如果作為一個創作人，如果係俾周星馳導演邀請一齊創作咧，一定係一個一生人至高無上嘅榮譽。係，尤其是係第一次，周生第一次督住我份稿講，幾好笑啊呢個。哦，點解呢個？成就解鎖，係笑得好開心嘅你而家嚟。好，多謝你。好啦，跟住到 Vienna 啦 ，Vienna 你好。Hello， 大家好，我係 Vienna。好啦，咁我哋大家咧就知道你咧係一位創作歌手啦。咁啊，今次咧為功夫女足咧創作咗唔少嘅歌曲喎，有呢個嘅新來精彩啦，同埋迷惑等等啦。可唔可以分享下呢一個創作過程？當初我知道開始籌劃呢個功夫女足嘅時候咧，其實我就一直問周生同埋問劇組嗰邊嗰啲人，會唔會需要啲插曲啊、主題曲啊？但係佢哋都冇正式回應我嘅，咁我就係咁聲聲嗰啲嚟，係咁唱出嚟。咁最終即係好榮幸，好多謝周生俾機會我參與到2首歌，同埋首歌已經係各大平台度上咗架啦。希望大家聽到戲之後咧，可以多支持。好，我哋平時咧睇周星馳導演嘅作品咧，其實除咗佢啲搞笑嘅情節同埋啲畫面之外咧，其實佢裏面通常啲配樂同埋啲歌咧都係好令我哋好記得嘅。相信你嘅作品都為呢一個功夫女足咧新識不少嘅，多謝你。好，咁呢個時候咧，要請大家繼續留步咯喎，因為今晚其中一個最令人期待嘅時刻到啦。我哋有請我哋嘅導演周星馳、演員劉嘉玲、麗葉巴、李熱巴。好，我哋睇一個中間嘅位交俾我哋嘅導演嘉玲姐同埋熱巴。好，咁我哋彼此
接咪我哋嘅導演先啦，等導演可以同我哋嘅觀眾們咧打聲招呼。我交俾你導演。香港嘅朋友大家好，太開心啦！終於可以喺呢度同大家見面啦。我哋師太嘉玲姐咧好多嘢都想同大家講。你頭先講好多係你講晒，咁啊都由俾我講，你講完先啦。我講完啦，係我嗱嗱聲要俾你講先。你講多啲啦，人哋淨係想聽你講嘢㗎咋。咁不如咁啦，我哋巴爺都即係好心急想同觀眾咧講。大家好，我是Daily 巴，然后很开心这次可以来香港跟大家见面，然后也大家应该刚才都看过了吧？你看，哎，那我就不多说了，反正一会儿大家来感受吧。好，謝謝啦巴。好，咁咁就我哋大家好啊！終於翻到嚟香港，我期待咗呢套戲好耐㗎啦，即係一路聽到個票房哇長航啊！咁但係我未睇過，所以我好想佢快啲嚟香港做。咁13號上係嘛？係。咁希望我哋香港嘅票房成績都會非常好啦，就全靠你哋睇完呢套戲之後，即係講你哋嘅感受，分享俾你啲朋友。多謝你哋。一定。好啦，咁我哋都可以同阿導演傾下偈啦。導演想問下你咧，今次呢個作品啦都籌備咗咁耐啦，你將功夫同埋女足咧係完美結合喎。今日咧係終於同我哋香港觀眾見面啦，有冇啲咩想同第一批睇到電影嘅觀眾講嘅嘢咧？都係想講句唔好意思先啦，因為等即係要大家即係等咗有段時間啊咁樣，咁有陣時咧即係我哋即係創作咧諗嘢有陣時咧都有陣時速度係慢啲嘅。阿聰哥啊，你可唔可以即係？我盡力啦，我哋盡力，食少啲，快啲，我哋嗱聲即係籌備啊嗰啲時間。咁同埋你係咪仲有問題想問？係啊，導演我想問晒你今次咧嘅製作裏邊有好多唔同嘅演員合作啦，有啲係新啦，有啲係好有經驗啦，有啲就新演員啊，有啲咩感覺咧？有咩感受咧？其實都係有好多內地嘅演員即係譬如阿巴爺啊，仲有阿小飛姐啊，同埋阿魏興啦，即係我深深咁樣感受到，其實內地嘅演員咧嗰種專業，同埋坦白講，如果冇佢哋咧，我哋係應該做唔到一個咁嘅效果嘅，所以我覺得即係演員真係好重要。不過我哋都要講講，即係我哋香港嘅演員都唔失禮。媽媽可以講得話係各有千秋，即係內地同香港嘅演員咧喺即係我自己覺得我好幸運嘅喺呢部電影裏邊咧，係我覺得係完美嘅融合。即係將呢個中港嘅力量咧完美咁演繹，所以其實我哋睇到咧，我哋有非常之出彩嘅欣賞到非常之出彩嘅內地演員嘅演技，同埋亦都係每一個香港嘅演員都係從來未見過嘅，即係出嚟嘅效果。尤其是係阿師太阿嘉玲姐，新人係嘛？新人啊！你即係嗱，你嘅相貌咧就同新人一樣。但係呢個資歷咧就真係最犀利啦！咁你唔讚下我？咩啊？你讚下我先啦！我哋而家咪讚緊，我咪讚緊咯可以。煮個麵你食啦！煮個麵俾佢食啊！大家都記得啦，係啊，咁所以其實係有咁多嘅好好嘅演員之後咧，又喺導演嘅帶領之下咧，就可以製作出功夫嚟咗啲咁好嘅作品啦！大家俾啲掌聲！其實咧喺啲咁出色嘅演員底下，我哋啲做導演嘅咧根本上冇嘢做嘅，真係㗎，做乜做啫？因為交俾阿巴爺，跟住阿巴爺自己嚟咗都搞掂啊！
跟住你俾阿媽扮又，等我嚟啦，咁啊又搞掂咗。然後俾阿師奶啊嘉玲姐，喂嘉玲姐真係㗎，我每一次拍嘅時候咧，我話阿嘉玲姐啊，嗱呢場戲咧，佢話得啦唔使講，我知我咁講過啊，你咁樣破壞我嘅形象，我喺現場咧係好聽導演講嘅，即係雖然你係我朋友，但係你喺現場係導演嘅身份，我好尊重。我哋呢啲好專業㗎，我唔會立亂揸主意㗎。但係我從來冇覺得你當我係導演。唔係，其實嗱，我同嘉玲姐就真係冇即係無分彼此嘅。佢亦都從來冇當我係導演，我又唔當佢係演員咁樣嘅，真係。所以大家講嘢咧好嚇，我當你係嘉玲姐咯。係啊，你喺我心目中永遠係嘉玲姐，係啊。唔係，所以真係㗎，我同佢真係好有默契嘅，所以你叫我話你唔使講啦，呢個唔係因為你冇禮貌，係因為你有默契，你係心裏邊都知道我想講乜嘅，其實都係講嗰啲嘢啫，都係嗰啲啦，所以喺呢個即係包括你聰哥都係啦，真係啊！喂，聰哥真係你以前係咪都做過球證嘅啫？喂，其實咧佢就即係今次真係好幫手啦，即係幫我客串一個球證嘅角色。但係咧嗰個球證角色好重要嘅，因為呢兩場比賽咧都係最重要嗰兩場比賽。阿聰哥又做到，喂，你真係做到又係啊！我係完全都唔使，即係我又係唔使導㗎，係啊！佢哋全部都做晒嘅。我喺屋企做開球證啊嘛。係啊，快得啦！好多女士一齊住我屋企，咁所以我都成日都會唔會俾牌嘅，你真係冇啱咁樣係有啲經驗咯。大家睇過係，OK，咁其實我想講即係導演同埋嘉玲姐喺即係戲外嘅互動已經咁好睇，令到我哋更加期待呢套戲出到嚟嘅嗰個成品啊！好啦，我都想問一問嘉玲姐啊，嘉玲姐，我仲有問題？有啊，其實未問你問題㗎，我唔係主角嚟嘅，我係客串嘅。但你好重要嘅，你好重要。其實我又未睇過，所以我唔係好清楚啊。其實你問我，唔緊要，呢個你一定答到㗎。呢一套戲啦，功夫女足啦，你覺得成套戲最吸引到你嘅元素係咩？有我咯。呢個係星仔頭先教我點樣答㗎。好啦，呢個你終於講句心裏説話啦。嗱，呢個就係點解我咁中意嘉玲姐咧？嘉玲姐永遠都係最坦白、最直接，又唔嘥時間。坦白講咧，係真係你，係真係因為我先至係帶面嘅，同埋佢之前我咧話會同我一齊拍嗰場打麻將嗰場戲嘅，咁後尾佢梗係我啦，即係氹咗我去，跟住冇坐低同佢打牌咯。通常都係咁嘅。有坐低但係冇打牌。氹完之後就呢個導演就係你滿唔滿意啊？我答得好好啊！大家滿唔滿意啊？滿意，大家都好滿意嘅。好，咁我哋繼續落去啦，就想同下呢個熱巴聊一聊的。熱巴你好，你好。這次呢，你是跟周星馳導演嘉玲姐合作這個功夫，在電影裡你的角色呢，是不是有很多很厲害的功夫足球的招式呢？拍完之後，你會不會也愛上了踢足球？愛上踢足球，我只是可能多一點了解吧，對於足球，因為其實我的體育細胞不是那麼好，所以對我而言，我可能就是簡單的會一些足球的技巧。哇！但是你在電影裡面出神入化哦，好犀利哦！這個也是我們可以看到，就是我剛剛說的演員的魅力。就是你看，比如說八爺，他是本身你看到，他真的應該是沒有運動。我們越講越穿幫先啊！他說他不是那種很長的運動，譬如說跑步啊、足球啊。因為我當初我找他的時候，我也問過，就是了解一下
他说他对那些很强的运动，比如说踢足球，他其实就不会，但是曾经我也想过，就是他这个体能是不是可以承受我们这个电影里面的那么强的那种，因为我们这个动作场面是非常多，基本上是我们是从头打到尾的，所以我就跟八爷说明了，就所以我们这个动作场是很多很多。他说他也很愿意去尝试去接受这个挑战，但是最后我们出来之后，就是聪哥就子聪导演，我们都非常震惊，就是八爷的出来的效果，就是其实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武林高手，是吧？对，我以为他说反了，还会说不会体育吗？不会运动吗？怎么柔软啊那些就感到有点伤害那种。我觉得一会儿观众看完再说吧，现在说太多了，一会儿就露馅了。不用怕，我之前看的示意的，所以我覺得你太謙虛了，你真的是表現得很好，大家觀眾等一下就可以看得到。各位觀眾一陣就可以見到佢嗰個表現啊，同埋佢真係好掂佢嘅，俾掌聲熱吧！好啦，咁我哋呢個時候咧，咁都我哋聽完我哋嘅導演同埋演員嘅分享之後咧，大家都應該好急不及待，好想睇戲㗎啦，好。留俾我哋咧，全部朋友影張靚相。好啦，我望中間，麻煩俾位姐姐咧，唔該。好，我哋望望右邊嘅全部朋友啦，我睇下右邊嘅場景朋友，我睇下右邊。中間嘅朋友啦，中間嘅全部朋友，我睇下中間嘅，看中間。好啦，好，我哋3、2、1嚟，有個耶攞嚟，講嘢嘅頭。OK，大家準備一個耶狀態啦，3、2、1，耶！